行政院长陈建仁早起伫立法院进行专案进口技能的报告哦。伊伫即接受访问的时嘛讲，伊愿意向社会大众回示的。农业部的代理部长陈群贵嘛为两接的标示错误，搁再回示的哦。也毋过，伊是强调讲会继续进口技能，一个月进口160万粒到180万粒。今仔早起哦，还未报告之前，国民党的立委嘛徛伫主席台前，要求院长爱先回示的，才会当开始报告。李正式对立法院报告专案进口技能政策进程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先接受采访，对国人道歉。我愿意在这里向社会大众，还有所有的这一个人民表达我的歉意，政府一定会来改善。生产业者误标后期，佮互业者甲巴西的卵标成国产的，但院长承认这是政府第一届大规模紧急为国外进口，过程当中难免有疏失。为错误表示产地适度道歉的，佮有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承认有疏忽，但嘛说明为着要应用入冬可能受到禽流感的冲击，专案进口能会继续来进行。我代表农业部也向所有的大众做致歉。以我们的专案进口的部分，大概每一个月大概是维持160到180万颗左右。好，那我们要维持这样的一个低水位的这些库存哦。但院长正式报告之前，国民党立委摕到各种票据，徛伫主席台头前，坚持院长要先道歉才会当报告，嘛跨口号。这时阵包围伫陈院长身边的民进党立委嘛以口号来回呛。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不尽完善之处，以及引起社会纷扰，我在这里也要向国人表示歉意。为着要补足国内欠能来进口，院长陈建仁强调，政策达到目标是必要的。但那遐立委议员批评政府带头做假鸡卵进口的表示，更加认为进口鸡卵离全台湾咧摊是混卵、歹卵个无穷卵。记者林崇文、高嘉报新志明台北报道。